5月5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係一個唔係好理外界同埋其他人點樣睇自己嘅人，非常之熱愛自由，情緒起伏得比較快。好多時喺你個面度一望你咧，就知你開心定係唔開心噶咯。中意去旅行，想做乜就做乜，諗到啲乜嘢就即刻做噶啦。你嘅反應好快，個人中意變化，唔中意墨守成規，亦都唔係好中意好深入咁樣鑽研一啲嘢嘅，有少少3分鐘熱度。身邊嘅人咧都唔係好跟到你嘅速度噶，而呢一個亦都係你嘅魅力所在。你有你嘅想像力，你有你嘅創造力，可以好快咁樣轉換到心情咧，係你個技能嚟嘅。因為有啲事發生嘅時候咧，你可以好快咧就會開心翻噶啦。而喺感情方面咧，你好快就可以同人哋好熟噶咯。你傾偈嘅話題又多，你識打扮，同性同異性咧都好中意你嘅。人緣好，可以好自由咁享受愛情呢一樣嘢，接受婚外情同埋 one night stand， 可以喺同一時間同唔同人拍拖都 OK 嘅。做你嘅情人咧就比較難放心啲啦。而性嗰方面咧，大膽熱情同埋好享受性愛。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咧，你唔係好適合做一啲重複嘅工作啊，可能一啲變化多嘅工作咧會啱你多啲，揾錢都 OK 嘅，但係使錢使得勁啊！好多時咧揾幾多就使幾多，如果係要理財嘅話咧，可能揾人幫你理財會好啲嘅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太快啦，所有嘅決定啊或者行事都太迅速啦，可能對於你嚟講冇乜嘢啊，都係我自己嘅事嚟啫嘛。有時咧會麻煩到人，影響到人，慢落嚟，深思熟慮咁去為自己做一個決定嘅話咧，咁你成個生命裏邊嘅麻煩都會少好多㗎。